Hello，陆老师，看看我这进度怎么样啊？念念，你该不会是已经打入敌人巢穴了吧？不过我接下来该怎么做呀？我还从来没有跟一个异性同住过一个屋檐下哎。接下来你就做你自己就行了。你确定吗？你不是让我学猫吗？我刚才就在他面前学猫叫，结果他好像没什么反应。请进。在忙吗？没有。关于合租的事，我想找你聊聊。好啊。如果有异议，可以提出来。没有异议。晚安。小苏，也不知道我放你住进来是看戏，还是给自己找麻烦。唉。还好，不至于太毁形象。你一大清早来，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个？对啊，这就是我给你准备的助理。哎，目前攻略进度如何啦？还行吧。你呢？我怀疑我这次遇见高手了，他对我的套路门儿清。怎么说？我打听到他家住哪儿，顺利成了他的邻居，准备好了一切，蟑螂、成堆的快递，还有我，一个柔弱害怕蟑螂的女子，以及邻里互助友好请求。结果你猜怎么着？他给了我一瓶杀虫剂，结果你那18般武艺就被一瓶杀虫剂灭了。可不是呢吗？你也别多想，人家可能就真的是完全不懂你的套路，他只是单纯的想和陌生女子保持距离。如果真是这样，那我更得拿下他啦！如此稀缺的优质男青年，我怎么能放过呢？你就放过一个品行端正的好青年吧，啊！哎，别说我了，回去记得打开啊，里头有惊喜，神神秘秘的。苏总，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合同。曹思鹏那边怎么样了？曹思鹏的人正在想办法拿到项目部关于新城区的竞标书，还有，他们在打听联姻这件事的进展。料到了。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反击？曹思鹏想拿新城区的项目，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好。苏总，邢家那边现在什么情况？如果您用新城区的项目来钓鱼，那邢家联姻这件事就必须成，不然董事会的人会对您有意见的。你放心，快了。一杯美式，谢谢。邢哥，他怎么来了？不行，我现在是无业游民啊！哎呀，快，蹲下。嗨，你怎么来了呀？你来这干嘛？我来面试，
但是面试失败了。完了，绝对被发现了。今天晚上想吃点什么呢？等等，星哥好像没见过我吧？这能穿吗？这文学到底靠不靠谱呀？多穿点衣服，别着凉了。哦。我怎么一点吸引力都没有呀？你家地毯好软哦。我去趟酒吧。注意安全啊！这也太丢人了吧！喂，苏总，白天有份文件忘了给您签字，明天得寄个合作方。你现在过来吧，邢哥不在家。好。哎，苏总，他不会突然回来吧？刚出去，哪那么快就回来呀？哦。对了，新城区的项目底价已经给了曹思鹏的人，顺藤摸瓜，果然找到那天和他见面那个人了。对方是博安的项目负责人。原来这么多年明里暗里对付我们的人是博安。我顺着那个人往里查，竟然发现博安的法人代表和曹思鹏之间有关系。亲戚。查到这里之后，我又重新调查了一下博安的发家史，他是在6年之前成立的，当时因为拿下了一个旧城区的开发项目，之后一战成名。没想到曹思鹏这么有野心啊！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我们就将计就计，明天帮我约一下邢董事长，安排一下见面。喂，志远，我东西落家了，马上回去。别催了，知道。怎么办？怎么又回来了？不知道啊！快收起来！哎呀，躲起来！嘘。你在干嘛？沙发好脏啊，我来擦一擦。哎，你怎么回来了？哦，我东西没拿。那你快去取啊！快走，快走！走！你刚刚说什么？别管了，下次再说吧。哎呀，哎，你怎么还没走啊？现在正是堵车的时候呢。你怎么怪怪的？有吗？没有啊。
你干嘛？我苏念，我劝你不要挑战我的忍耐力。我知道你打的小算盘。苏总啊，想什么呢？你说，一个男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对一个投怀送抱的大美女无动于衷呢？不行的情况下？不能吧？我看他那样也不太像呀。苏总，要不你跟我说说具体情况，我结合实际帮你分析一下。少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就是想听八卦。苏总，其实不管具体情况怎么样，只要他是个正常人，那么无外乎2种情况。第一，他不喜欢你，他已经有喜欢的人了，为了喜欢的人洁身自好。但是他身边连只母蚊子都没有啊。那就只有第2种情况了。不会吧？有可能。苏总，你想想看，他有没有关系特别好的男生？哎，贤哥，你看那个身材，哎，不能少啊！哎，滚！真的有哎！不行，我得回去确认一下，在没失去什么之前，我先走了。啊，今天我不去了，累了。喝酒行啊，晚上几个人？好，准时到啊。天气干，多喝水。你等等，我去拿个东西。这2本杂志，你选哪一本？什么意思啊？你就选一本嘛。这个吧。你果然是，也没关系啦。这个社会现在包容程度这么高，你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就是了啊。如果你要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话，我答应你，帮你守口如瓶。实在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帮你助攻。苏念，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要干什么？苏小姐想尽办法接近我，现在我给你机会，你还不高兴了？那也没必要委屈自己啊。不委屈。我委屈。苏念，老子喜欢女的。真的吗？我才不信呢。你亲了我就代表你喜欢我，既然我们2个情投意合，不如今天下午就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吧。
想得美。哥，你找我什么事儿？苏家到底怎么了？为什么着急联姻？苏董事长前段时间突发脑溢血，人在医院到现在还没醒过来。然后呢？据说是因为集团内部问题，好像和曹思鹏有关系，就是念桥的第2大股东。哥，你们这个做什么？难怪他突然接触我。那我跟家里的关系，他知道吗？有事儿说事儿。他不知道。哥，苏念现在情况很困难，有人对公司虎视眈眈，苏董事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保住公司了。哦，哥，我在调查他的时候，我发现有人想对他下手。那个曹思鹏？对，就是那个人。他之前还约了爸再打股份的主意。齐先生，这是我送给邻居的搬家礼物。以后请多多关照。哦，我不吃甜品。哎，这是无糖的。不用，谢谢。哎，其实我刚出门送甜品的时候，不小心把门关上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可不可以进去等我朋友送钥匙给我呀？你家是密码锁？我就是忘了密码，需要钥匙才能进去。你到底想干嘛？我们上次见面说好了的，如果下次再见面，你就把联系方式给我。这都已经是第5次见面了，难道还不够有缘分吗？来，坐下。哎呀妈，你干嘛呀？小姨啊，最近联系小苏了吗？快跟妈说说，她怎么样？哎呀妈，你爸他经常跟别人说，这苏家和邢家联姻，那事业是更上一层楼啊。对了，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哎呀妈，你别说了。手机给我。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是朋友了，你应该不介意我进去坐坐吧？稍等。你可以坐在外面的，等你拿完钥匙以后，再把凳子还给我。有意思。我们结婚吧。我没打算结婚。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你亲了我之后，怎么能不打算负责呢？你为什么这么想结婚？那当然了，我也20几岁的人了，也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了。那你不要你的事业了？我要啊，我就是因为要才能拿到拿到什么？拿到立业的资格。成家立业，那肯定得先成家后立业呀。是吗？当然。你
答应嘛，怎么样？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不是跟我打了一个赌，你说让我1个月之内喜欢上你吗？你还没赌赢呢。也就是说，只要你喜欢上我，你就会跟我结婚。再看吧。再看就是同意啦，再看就是默认啦，我就当你同意了啊。喂，念念，你爸爸他醒了。真的？那太好了，我明天就过去。好嘞，那明天等你啊。好，拜拜。怎么了？哦，我爸。你爸？我前面的故事好像说的是我和家里人关系不好吧？要是说实话，万一前后矛盾就糟了。我把一只受伤的小猫咪送进了宠物医院，然后刚才那个宠物医院给我打电话，说小猫咪已经包扎好了，让我明天去看看。在哪儿？要不要我送你去？不用，就在我明天去面试的路上。你要去面试？啊，对，我明天要去面试。那我提前祝你成功。好，干杯。爸，女儿来了。邢叔叔，怎么这么早就来了？我不是听说我爸醒了吗？所以着急过来看看。怎么，你不欢迎我啊？哎呦，你这孩子，医生说了，没什么大碍，再观察一段时间就可以出院了。你别耽误工作啊。老苏啊，咱都这把年纪，别太操劳了，要多注意身体啊！邢叔叔，之前还跟您的秘书约您的时间，想跟您见一面呢，没想到今天竟然在医院里见了。小苏，你个大忙人，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主要想问问您公司的事情，想参考一下您的意见。哎，爸，我之前听说两家联姻的事情啊，联姻的事儿啊，是当初你邢叔叔帮咱们念桥度过危机的时候定下来的。哦，当初你不是不同意吗？现在怎么又改变主意了？前一段时间碰到了一个人，我们2个聊的都还挺投缘的，结果您猜是谁？是邢叔叔的儿子啊！真的？你们正在交往啊？这还能骗您不成？哎呀，老苏，这咱就要成亲家了。是啊，要不这样，找个时间，咱们2家人啊在一起吃个饭啊！好，小苏啊，你放心，我知道念桥集团的困难，只要不是老苏当年非要定下这个约定啊，我早就还给他了。哎，这下好了，这不2全其美了吗？谢谢邢叔叔。哎呀，老苏，你培养了个好女儿啊！对了，苏总，曹董事那边最近动作频频，他好像派人盯着你。让他盯着，你抓紧时间搜集证据，务必要赶在新城区竞标之前完成。好。那个，一会儿送我去趟酒吧。你去找他？什么？我找文熙。
你还好吗？秦哥。秦哥。我有件事情想问你。你说。你和邢一，我好热呀。你是不是在酒吧喝了别人给你的酒？我不太记得了，我不知道我喝没喝。你还好吗？你没事吧，陆文熙？你还好吗？星星的梦境，那里没人选择出逃，热情消磨后，像岁月就绕。再过漫长的争吵，或许一生就这样被默默消化。于是我看见星星都变成飞鸟。早安。早安。要不我们结婚吧？
你刚说什么？你要答应他的求婚啊？那行行那边怎么办？你回去啊？我不可能回去。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当时可说了，他找你联姻就是为了你行家那点股份，你可别怪哥没提醒你。他之前不也骗你编那么多故事吗？你真就心甘情愿啊？啊，好香啊！1、2、3、4，喂，苏总，出大事了！你追错人了。什么意思啊？你的联姻对象叫邢毅，不是邢哥。邢哥是邢董事长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听说很早之前，邢哥就因为他母亲的原因和邢董事长反目成仇，他和邢家基本没有关系了。你确定吗？我确定。苏总，您还是别求婚了吧。我回来了。念念，念念，苏念。你在这儿干嘛呀？文心，我想了想，我想对那天的事情负责。我喜欢你，所以。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丰盛啊？今天不是周末吗？本来想着和你一起吃个晚饭。你这么有仪式感啊！其实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邢哥，怎么了？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很重要。我把你认错了人，认成我的联姻对象了。认错了人？
真的认错人了？嗯。那你喜欢他吗？喜欢有什么用啊？我要嫁的人啊，是邢毅。那现在怎么办？其实我觉得啊，念念，你可以先了解一下邢哥和他家里到底是什么毛病。文熙，你这是干什么？怎么回事啊？进去说。哎呀，文熙，你至于吗？至于。你是不是知道隔壁那位？他求婚那个样子，就像那教导主任拿着戒指对你说：“同学，你读书吗？”吓人不？好，我知道，我们马上回去。快起来，跟我一起回去。怎么了？邢毅去找我爸了，邢叔叔也在那边，我们俩赶紧过去一趟。我就不去了吧。未来弟妹，不跟我一起去？我去。快走。爸，邢叔叔，叔叔们好。哎，爸，这就是我想结婚的对象。别开这种玩笑啊！误会。苏念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之前不是说你已经和邢毅在一起了吗？小苏，如果邢毅他欺负你啊，你直说，叔叔帮你教训他。不是这样的，叔叔，你听我解释。其实，爸，苏伯父和苏念在一起的是我哥。你说什么？和苏念在一起的是我哥，你的儿子，邢哥。老邢啊，那邢哥不是早就离开家了吗？你怎么知道是他？当我知道要和苏家联姻的时候，我想了解他一下，我就找人调查了他。对不起啊，我知道的时候，苏念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你跟我出来讲。他不会对邢毅动刑吧？都是亲儿子，能动什么样的刑啊？
不对，你怎么那么关心他呀？谁关心了？爸，我知道这些年你一直担心我哥，但这不正好趁着和苏家联姻缓和一下你和他之间的关系，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就知道苏念可以啊？如果苏念不行，就没有其他人可以了。爸，我看得出来，我哥他喜欢苏念。不，爸，我只是没想好在什么时候和你解释这件事情。如果苏念和行哥能修成正果，我还是很开心的。如果他们能成啊，那个约定还是可以继续履行的。那孩子不是……我相信苏念。婚姻大事，我希望你们呀，不要当儿戏。你来干嘛？我来给你道歉。你上次走的不是很果断吗？还说要及时止损，这就是你止损的方式？行哥，我进来说吧。说吧，找我什么事？就是关于那天我和你说认错人的事情。其实，你刚住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谁，我也知道你的目的。我从来不计较你撒谎骗我，但是你知道认错人之后，立刻撇清关系的态度，让我很难怀疑你没有在骗我。我没有。我明确告诉你，我跟邢家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跟我在一起，或许得不到你想要的。
哎，哥，有位子有位子，当然有位子。你来我能不给你留吗？是不是？对对对，你快点就行了啊，留着呢，放心啊。哎，等会儿吴哥，哎，苏小姐，邢哥说了，他呢不太想让你进去。我是来消费的，凭什么不能进去啊？苏小姐，邢哥也是我们这儿老板之一呀，我呢又没办法特立独行，你也别太为难，对不对？行。苏小姐慢走啊。苏小姐是吧？苏小姐，你今天呢，就是伪装的再好，我也不能让你进去。虽然这件事情吧，不是我的问题。我真知道错了，你让他出来行不行？到底是什么道让他给我提个醒啊？邢哥说了，这件事情吧，你得自己琢磨琢磨。友情提示啊，他这个人吧，非常小心眼儿。行，让他给我等着。你要躲我到什么时候？谁说我躲着你了？那你刚才偷偷摸摸的做什么？我陆文熙做事一向正大光明。那你怎么就不愿意承认呢？承认什么呀？你不是说你喜欢我吗？为什么答应我的求婚？邢哥，怎么是你啊？邢哥呢？邢哥他不在。哎，苏小姐，你就别找了，他真不在这儿。你知道他在哪儿，对吗？我真的不知道啊。帮我告诉他，我真的知道我为什么错了。啊？为什么？你把他叫出来，我再跟他说。邢哥他……苏小姐，你该不会在诈我吧？怎么可能啊？哎呀，其实吧，你也不用非要把他找出来。你按照他说的，你冷静一下，想一想他跟你之间的感情，你是喜欢他和那个股份，哪个占比更多一点？当然是他更重要啊。另外呢，你想想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故人送的，但是你把它给忽略了。你说故人？什么故人啊？苏小姐，你就别试探我了，行不行？我肯定会知道原因的。你帮我告诉他，就让他等着成为我男朋友吧。哥，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当初你给我苏念资料的时候，为什么不告诉我他把我当成了你？
我一开始是想告诉你的，但之后我看到你们两个在一起感情那么好，我就没有打算说了。那你给我资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想让你知道苏家的困难，就这么简单？你想利用联姻让我主动回邢家，是不是他让你这么做的？不是，爸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是我自己不想接管公司。对不起，哥，这件事情是我自作主张了。你不想接管公司，难道我想吗？你告诉他，别再用苏念打什么歪脑筋。说实话，我确实挺喜欢他的。他要是不提结婚就好了，我还能谈场美好的恋爱。恋爱美好，结婚就不美好吗？那能一样吗？你谈恋爱的时候，什么好话都能说，我也不用为我说的话负责任。结婚就不一样了，你看我爸妈就是最好的例子。文熙，你太悲观了。不提他了，他不行，再换下一个不就好了？说说你吧，新哥原谅你了吗？我也不知道，可能他还在跟我生气吧。要不我给你复盘一下？也行。那你说说我听听。就是吧，那天之后呢？你那不是骗他，还能是什么呀？念念，念念，等你醒了，可得好好感谢我。星哥，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你是谁啊？非得让我猜，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啊？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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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次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哎，行，没问题。后续有什么你再跟我沟通。行，拜拜，拜拜。文熙，我等了你好久。我话说的还不够直接吗？说得很清楚。但是，文熙，你喜欢我，我对你有好感。
基于此，我们产生了更加亲密的关系。那下一步难道不是在建立稳定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互相了解彼此吗？但这份稳定的关系不包括结婚。那如果你现在排斥婚姻和家庭，那我们就暂时先不提嘛。邢毅，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了解我。明明我都已经这样了，你到底要我怎么做才算是了解你啊？你想了解我？对啊。那行，明天我带你去了解我的生活。好。老板来了。这个不错啊，我看这个 look， 哦，这套拍的不错，适合拍那种奢侈品的东西，你知道吗？有一点啊。然后它里面那个衬衫给它换一下，把绿色的全部换掉，整体还是不错的。陆姐啊，想我没？很不想你吗？哎呦，讨厌！姐，看我表现怎么样？你今天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这个妆，眉毛谁给你画的？谁啊？这是？带我来就是为了给我看这个。怎么了？这就受不了了？这就是我的生活呀。好，你继续。艾文，拿套衣服给他。好嘞，陆姐。还不错，你要是受不了，随时可以离开。陆总，请便。毛手毛脚，能不能行？陆总，你吃醋了？我才没有，我那是看不了你拍摄不专业的样子。我和你一样，刚才看到你和男模特站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是这个心情。那又如何？我就是想告诉你，这就是我。你要是接受不了，就远离我。哦，忘了告诉你，我们公司的男模特曾经都是我的前男友。